明亮就是佛。黎明的歌曲，会唱吗？不会，呼吸不说谎，来。不会，我不会呼吸。你不会呼吸。四台流边天那就第一那个学校给宿舍冲狗诶，哦，按要操到其他同学。给同学有本来讲，你迄没滴冲乖啊。三五六那闯啊，心路开哟，莫错各位心索，闹热大力腿，闹热向下来。上礼拜哈，因为参赛朋友有创造嗰條法書下，法書下係，係啊，六百準，我未記得是唐哥唔唱那條歌。有啊，有啊，有唱歌。有啊，一開始就會衝法書下的嗎？有啊，有唱歌。係用那個這個本身那個方式來詮釋一條歌唔一樣嘅。哦，這樣誒。彈一下 key 哦。法書下。你是唐哥嗎？我唔是。你下來彈一下咯。我唱嘅嘛是唐哥嘛，都法書下。係啊，阿娘你耳講可以打開來。好啊。準備好了哈。好。這前奏用按重。開始了。法書下，你是唐哥嗎？法書下，開到年年嘅花，年係韓國語，該風風拍拍嘅花，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背，跌落你腳下。法書下，法書下。樹下，快别这么说了。应该的，应该的。你这样害我膝盖软了，哥。好，可以介绍一下吗？对，介绍一下。起司飞欣赏，总飞欣赏，月小琪欣赏，王艺兴欣赏。适用给听所有比赛规则，大萨县属演唱艺术高的分数请高嘅前10名就做得过关，系讲评分就由双百嘅分数来做比较。講下吼評分嘅規則，係請思 V 先生。好，佢比係繼續人呢見咗個超級嘅十強賽嗬。當然啦，係喺中央睇價標準嗬，基本嘅部分係喺人哋音準啦、人哋咬字還有節拍之外呢，因為一下進入人哋十強賽嘅，所以特別重要嘅就係我們講的舞台的魅力啦。所以你企到一隻舞台，當方來唱一首歌嘅，能用版本誒聽到嘅觀眾。還有所有的人聽到，會注目在你這個焦點，所以呢，也係當重要嘅部分對歌手來講，所以請大家加油咯！好，謝謝家，謝謝，好，加油！大家加油哦！加油咯！上禮拜有8 V 嘛嗬，一禮拜8 V 加到16 V 嘛，哦，我猜的6 V 6 V 係啊，唔點嘛啥？6個人呢？6個人呢？哎呦，哪6個？我看哪個人是烏雲遮頂的？
印堂发红，发红。哎，看着大家都蛮亮的，应对啊，该没有问题。看这几个都好像很不淘汰的错的样子。上个礼拜就淘汰完了。对啊哎呀，这礼拜通通留下来。这个礼拜都留下来。好，好了，来第一位。 TV， 嘿，来金锤带来阿妹嘅新凤。哎呦，来明啊，来唱歌了哈。天当日轮明月光，明亮就是风，照亮了真情在人间，照穿阿妹嘅心房，叫起了阿妹又眼浪，丝丝念念愛不空，愛也有熱情嘅心田，莫來相愛次次有點點，浪啊夢的阿妹嘅心房。 叫起了阿妹又念浪，絲絲念念愛不空，愛也有熱情嘅心田，莫來相愛次次有點點，浪啊夢的阿妹嘅心房。 来明你好啊！天王哥，你好。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哎呦，你好哎呀，哎呦，哎呦这个史上第一个来明。来明 TV 哦，比四大天王还早的。对呀，对零号天王那倒是真的。对呀，30你看40年前就是好多来明的，对吧？因为你用记得按因清楚。为我是送拜门过，你对啊，大一期每一集都有 Q 这个那点。黎明这个人，后来黎明这个人，你有关注他吗？没有关注，因为他太有名了，声势太浩大了，声势我们比太浩大不上啦。因为我们没有说要比啊，就是有在听他的歌嘛。他的歌原则上的话，我是很少听，哦，因为王建王时期啊。哦，这样子开玩笑的。OK。哦，对所以学友那他看到你也会些人也不听了，他也会吓一跳。所以来明的歌曲你也忙着弹过。有啦，当然是有啦。哦，对，有啊，为什么？对对，不会，呼吸不说谎来。不会，我不会呼吸，你不会。但是你加冲嗰條歌，唔是哪一都不會比賽編第一名啊？哦，那个是改天蒙到的啦。蒙到的我是想说好玩嘛，哦就跟他追波秒追一冲。哎呀，哦，那天只有一個人參加嗎？应该不止200多个， 100多個，哦，有经历会100多個，然後搞到第一名第一哦。名哎，就可能是我蒙到的嗰。條歌是你的主題曲哦，係嘛？算其阿妹嘅中之一。新鳳是你的招牌曲吗？没有，也不是，也不是我的哦招牌曲应该不是这个。哦，是呼吸不说谎。他自己講的。來，4位老師，士兵欣賞來講好，李大哥你好啊。要是国外是不拿到党会成绩哈啊其实你咪咪冲到以后啦，好，咪平順嘅衝後啊，再講嘅本阿妹本略嘅建議哈，再講其實要是國外啊主副歌嘅部分啊，唔做得更加本下更清楚掉嘅。因為人家頭前創業來嘅時間，人家力量也好，當然唔係講人家丹田都不用強，意思係講稍微小弱一點點，就是輕輕的，先帶輕的方法，然後再把副歌拉出來。
吼，安尼层次感才会看得到。吼，爱天点的话呢，就会讲，含迄问题甲讲，唔要问伊的部分，唔要应该会讲，你选择换气的位置要调整啊。吼，个副歌的部分，也有热情跟心田，个地方，其實喺建議嘅方法就會希望喺規團嘅創作，冇到動往裏邊換氣。愛也有熱情嘅心田。就像講法樣嘅嘛，好，所以你喺講阿妹，安尼就分開來。響愛你喺響愛阿妹就阿妹嘛，妹阿妹，意思係安尼。好 ，OK， 安子 say。謝謝你先生。有，看一下分數，看一下黎金錘嘅分數。好。冇問題哦，冇問題，有啲什麼衝嘅？係啊，天王就是天王，冇中庸。謝謝，可以下，可以下。好嘞，上來。沙雷總區上低雷，發佢嚟。好嘞，睇我啦。相愛已看童話，但是少了你，少了你，比愛看童話。對你嘅思念隨風，一陣一陣吹向天空。有趟到有趟到夢，愛嘅思念，愛總算明白挑戰你講嘅法，你愛愛習慣你三年看童話，你愛愛中下心中嘅牽掛，愛愛好怪氣家己沙作無沙。對你嘅思念乃係簡單嘅技法，就像係天上鋪滿嘅童話，無名嘅線條本愛變變看童話，愛上愛永遠變唔下，對你嘅牽掛。上禮拜迄陣都蠻贏評分的，PK 賽林冠廷，哦，他說因為你比他帥，所以嘿，田真老師把你留下來，把他先淘汰。咁樣喲。他自己講的啊。哦，好像也是。真的呀，真的啦，兩個都很帥。哦，這怎麼好說呢？不好說。不要挑撥離間。沒有，我沒有挑撥。對啊，我們是就事論事。自己假講的啦。自己這樣講的啦。自己假講的啦。啊呀哈，你平常就在做助理主持的那個？冇咧，我一下做天師幕後工作人員。客家天師台錯嘛？錯。那叫當兵。行少，哦，長官好，長官好，係長官好。我前面還有懂到長官是。哪邊有長官呢？沒有啦，基講基拜去第一次做個活動主持的時間。發通嘅主持嘅時間。他碰到你。碰到我。是我嘅來賓。我嘅來賓，邊個邊啊？嗰個嘅第一擺。發通主持，處女秀，對，嗰種時我想講，因為條前都係2-3年，就是有搭檔的主持，然後嗰個第一擺7屆13年，獨挑大梁，千斤重，係啊，有嘅東西動到，對，好在嗰種時嘅來賓係真那個人，係啊，好，係我台要出嚟，係有老愛嘅帶下氣氛，哦，感染力很強，要不然你本來很悶呀，一個人這樣。
没有很闷啊，没有很闷，只是进步哦，要更加分啊。哦，他也不错啦，嘿啊。就是因为用是懂紧总，都紧啊，就卡唔会紧总。哦，正经吗？有安全感。我们有认识吗？就大家在梦里的见过面，是不是？哦，有安全感。这个就不同领域啦。哦，歌唱有歌唱的领域，那主持有不同的感觉嘛。那文青都会主持你很动轻松，好吗？他每次看到是我，那我就不妨了。我们钱太好赚了吧？真的，自己带，自己就串完了。中间有一 part 他会自己带。哎呦，哦，对啊，那好嗨哦！给我穿 MD， 这些主持人真偷懒。不，那个小燕姐有讲过一句话，她说有一日的主持，有一日的巨星，没有一日的主持人。那巨星可以在短时间内哦，哇，媒体烘托之下，他马上哇变成一个巨星这样子。哦，不管政治巨星还是歌唱巨星还是演艺巨星，就是一样。他在短时间内，但主持人不一样，主持人就是慢慢日积月累，然后还要充实自己啊什么的，包含然后经验累积，有一天有朝一日，你就会慢慢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主持人，所以去做行销是好的，多轻松啊！也不是很轻松啊，就是不一样的跑道啊，长官好。很多主持人真的是旁边，可能旁边的 B 咖、C 咖，那慢慢他就会变成有机会就上来了。对，好，加油！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往这方面好好的努力。现在是走斜杠路线，斜杠去哪里？行销带杠主持这样，很棒，没有说不行。是不是？来，降 B 情商。凯翔，那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哈，你平常说话的时候容不容易说多你就哑掉？好像会。会对不对？冲狗的时间没空用，你全部有头发有开发的一直往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音是非常不稳定的。你刚开始是有头发，对不对？你现在变成有，想象你是唱到后面有头发有开发嘞，你试试看。你的 key 跟我不一样，叫你的有头发 ，OK。有头发有开发嘞。对。再来。是不是？有差。有没有某 Q？ 有啊。某 Q 开朗哎。智慧老师也觉得不一样。真给某 Q 妞。你要去练习这个，以后唱歌往后唱，不要往前唱。说话让自己停住，不要往前。我相信对你音准跟你说话保护喉咙都有帮助。加油！好，对，看本书。看一下总快熊的分数。好嘞。你张了没有？爸爸，阿婆，你妈在。回去好好主持。好好排节目。好排节目。好乖乖。好，行，把客家电视台行销好一点。OK。好，可以啦。是吗？对。好，回头休息。好。对，人家客家电视台的长官呢，对不对？行销。这能看吗？这个分数真的。还不把它弄掉，还靠。对不起，我太晚告诉你这个方法了，你学会以后再。对，他回到电视台，他都无地自容。对，没不会啦，应该有心理准备了吧？好了，杀下来。有没有谈待了感恩跟木子？好嘞，躺了。你现在是应用外语？应用外语系。对。班上听说只有2-3个男生。你是你们班第一、第二帅的？没有了，就2个人吗？就2个人。第一、第二帅。对啊，就只有2个人。发生什么事？你的抖音是断掉的。你每一次尾音再抖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断掉，很可惜。不然就是把抖音缩小一点，不然就干脆抖音都训练到不要有。智慧老师瞧不起唱演歌的人。不像，罗哥我也会唱啊。是吗？
经有三首歌也爱。有我伫反复，用开的路开，思问本身付出几多爱，感恩的路只留下来，偷偷出的日子太多，有我伫反复。用开的路开，试问本身付出几多爱，感恩的路只留下来，偷偷出的日子太多。你好，哦，一条玉藤好，伫后生演唱一种歌会算那个呢，很传统的，嘿啊，传统的歌用嘞啦。阿嬷喜欢听我唱这首。哦，做妈妈糖呀。阿嬷，你今嘛伫倒位？消防旗。嘿。对呀，哎呀，你现在是应用外语？应用外语系。对。班上听说只有2、3个男生。哦，幸福哎。2个男生，全班有几个人？全班38个。38个啊，只有2个男生。就2个男生。对。其他全部清一色。对，都是女的。对。哇，每天要对你唱宝贝嘞。哦，哇哦，不行。哇，那你不是哇，很稀有。你是你们班第一、第二帅的呢？没有啦。啊，没有，就2个人吗？就2个。第一、第二帅。对啊，就只有2个人。发生什么事？反正他很爽啊。对啊。全班就30几个女生呢，只有2个男生。没，恭喜你啊！班还没有欠学生。你要来？你要当学生吗？我可以这么老的学生。你只能当工友伯伯了。当然，我去当校长了。校长也可以啊。好了，我们听老师。这样小体欣赏。那个玉藤哈，今天选这个歌哈，让我声线上面让我感觉懂奇怪。这个第一个 key 不太对哈，听一调就是说，所有的声线都压喉音。第3个高频的部分，你要冲的时也是内收音去压，就高音都没上。这个平常是那前期其实面来看到你比赛的时候，给冲的方式没腔用呢。今天是不是嗓音不好，还是选了歌曲？因为诠释人家风发的没腔用。就我发现就是都是硬拉然后硬压的，在耳机里面的声音事实上都断掉了。这个对你之前人家前期一些比赛，动不动的92、93、94这样子的分数，好像落差蛮大的哎。所以，假如今天有一点成绩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你要反思，到底以后我要唱国语、闽南语歌，客语歌，什么腔用，那个心态上面处理歌曲可能要改变。某一方你一次就掉到底，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好，给你做参考，是吗？好，什么欣赏？好的，看大家分数啦。看他1票同的分数。你自己不敢相信啊，要分数？不会啊，老师讲的对，对，太晚睡了。90分以下的分数哈，比较危险，看我一下，好吧？好，你回去听天由命了，好。久等可以哈，好，谢谢。好，安子谁？好，来沙了，你才子带了，填充意了，冲3个。来，躺了。全世界爱最好听的阿婆，伊绝都是冲。气球公园就伫顺后，看到东东人在冲山歌，山歌用伴唱爱唱的，只怪天在美。
天台山歌比赛传千里，九腔18条情相依。天穿一来重山歌，张眼你是同欢乐，谁来日不是钢铁，谁来日不是直播。天穿一来重山歌，对半呀冲到天空，台上冲出新的梦，祈求一年平安过。嘿呀落地嘿，嘿呀落地嘿，嘿呀落地嘿哟，嘿呀落地嘿。阿婆讲天穿一很无用，脸上铺天嘅公路，两日客家人头路唔做，只好归你了重山歌。年节嘅天板拿出来破，天书因无用铺天公，要做莫做，了到天穿歌，要做莫传。总爱聊天窗，天穿一来重山歌，张眼一手同分愁，谁来日不是钢铁，谁来日不是直播。天穿一来重山歌，地板呀冲到天空，台上冲出新的梦，祈求一年平安过。嘿呀落地嘿，嘿呀落地嘿，嘿呀落地嘿哟，嘿呀落地嘿。什么拍档？哎，彩菊在后。姐姐你很棒哎你。哎，你好厉害啊！这都挑战自己。哎呀，大概逢見無馬強用嘅。特別帶來嗰個全部成果嘅。係哦，條歌係剛今年出嘅哦。對啊。哦，去年出嘅啦，去年出，2019年嘅。因為答案太咁嘗試啊呢。挑戰一下自己。挑戰自家。因為一般人講，哦呀，後生人嘅歌嘅新創作嘅藝年紀較壯嘅朋友，我看唔敢去嘗試啊。誒，送2禮拜，全部拖給後生嘅來衝誒。哎，好棒！哎，好棒哦！很衝的清火，而且哎呀，表達的也很棒。他跟上一次來參加某個雙拜來哦，全部唱較傳統的，哦，較傳統的歌曲，哎，要拜來就某個挑戰自家。哦，為之眼睛一亮。哦，謝謝。厲害，很棒，厲害，加油加油！哎呀，很那個年紀長大的朋友，多一點的朋友要跟你多學習。係啊，真嘅。敢勇於挑戰自己的。那一批先生的龔義先生，那首歌叫《天穿日來重山歌》。那是做東當日會辦的一個比賽嘛，那是正月20號。你客家人啊，要做冇做是會聊到天穿歌，要傳冇傳。總愛聊天串嘛，那首歌曲寫非常嘅好哦。我記得從那首歌曲，我受用非常嘅好，你係嘅回流沒講到一雜，所以你有把這個點哈，這個咬字的特色有注意到，所以這首歌我覺得你是唱得還不錯啦。但是有些拍子，因為歌曲哈，你嘅拍嘅還有你係嘅音色。音色、音準、節拍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你的節拍的部分今天有一點點啦，如果可以讓自己更熟練一點，會更好，加油！天穿日比賽有簽嗎？有簽，幾多簽？T 秒衝10番吧。那個佳作衝5000 K 抽嗎？沒有那麼多嗎？
我留完。体面啦，体面有5、6万有了，5、6万了。哦，那难怪每年都有那么多人去参加。对啊。哦，有钱的啦，我想说。每个第一行还没有去主持啊，给对啊，给天春嘅人啊，今年没有去主持啊，对。哇，好棒啊，好棒！做的100堂都青豆山。我讲会录啊，因为我平常主持都讲私人嘛，但是个主动天春嘅冇讲会录，一定要入境随俗嘛。跟我唔講啊。因為好啊。哎，就是我妈妈是讲海陆，但是你平常4线海陆，平常就是要练。有时候你可以有一些教材啊，自己可以练习怎么发音，会比较到底。那就學咁耐。做對啦。慢慢來啦。哦，慢慢來啊。慢慢來。慢慢來。係啊係啊，半夜4件啊。4件。你講你4件哈，然後客家嘅4件，跟好了。10件，要卷10件，慢慢來學，慢慢的來學，嚟，好啊，開本書啦，唔猜自己本書，係啊，哎呦，全部已經有名。但是就89分就看不一下，看不一下，哦，对，好像上个礼拜没记下尾哦，系哦，有加尾哦，所以对，就冇一聽咯。如果一開始講，中央89分，看人上禮拜分數，佢有延期嘛，有延期嘅班就做得留下來，10強以內，好，加油，好，謝謝，回頭休息，好，殺下來。沙雷朱建亮帶來行歌。哦，我彈下啦。行過河吧，生命嘅暗道上，行過樹下，做了幾老年間。萬世的呀，高雄高下，唔知過會有幾多年。行過細路，變得愛民主；行過天橋，清楚夢見祖國。萬世的呀，高呀高處。幾多春夏秋冬，比過東亞西亞，比過天地，比夜暗叫到了你也愛硬地。唔管行北行南，行到哪裡，還給了無價最相愛真意。比過東亞西亞，都是給你，比夜暗雲到了你也愛硬地。唔管行啊行到哪裡，無價永遠的心獨立。唔管行啊行到哪裡。永遠的心獨立。我哥，金亮姐，诸葛亮，朱景亮是啊，不是诸葛亮，不是，听这首歌你还去找这个原唱？因为年轻哥的话，他是跟我都是在教会的弟兄，然后不同的教会，然后我是透过就是电话这样子跟年轻哥来做一个请教，然后他是有跟我指点说，因为你不是客家人，然后咬字上面，然后你要去揣摩那个心情，歌的所以说心境，对，然后就是游子的心情，对，然后我自己在听年轻哥在讲的时候，他说你去想象那个就是可能我是在中南部的一个小孩子，然后我可能要去外地，去国外，然后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再走回来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发现到
全部的东西都还是没有变。景物依旧这样子，就是没有变，但是过了好久了这样子。对，那我小时候的那个回忆，这样。你刚刚有进入到那个画面状况？就是有啊，有啊，对。对，那这种感觉不知道有没有感动到老师们？听老师讲好了，势必欣赏。OK， 尽量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很低沉，就像罗哥的声音一样，就是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很温暖的低频声。我的韩特说。OK， 再来你可能针对歌曲的情境上面你有用心，所以今天其实情境是很棒的。好，情境是非常棒的，但是我还是要讲的，就是因为我们要走入核心赛了。所以在咬字的部分还是我们很大宗的问题。我可能在咬字的部分上面，我还是希望多鼓励你多练习。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你在唱歌，既然有那么漂亮的低频，你的抖音的部分，我觉得要好好的稍微修一下。原因是你的抖音是断掉的。你每一次尾音再抖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断掉，很可惜。不然就是把抖音缩小一点，不然就干脆抖音都训练到不要有，这样就是另外一种唱法。所以我会希望说，可能在这两个的部分，可能再用心一点的话会更好。好，我很喜欢你的声音。OK， 谢谢。好，谢谢老师瞧不起唱点歌的人。不是啊，罗哥，我也会唱啊。是吗？没有，就是可能抖音要稳定啦，抖音不能有的大有的小。抖音现在在大陆很红啊，抖音。硬要歪拢。好了，来看一下我是来。看一下主给两个朋友。你好。你好，大家好，做优质的主持人，你们好。你好，是优质啊。优质。哎呀，我什么时候变优质了？我们油脂有了，没有油脂。四台六边那天呐。平常时间，我就伫那个学校给宿舍唱歌的。按要操作其他同学。给同学有本来讲。你迄唔系伫唱歌的啊？该唔是唐公语唐有就要唱啊。看一下主给两个朋友。今天是个俱乐部的感觉。对，所以89分的放心了哈，还有比你低的80分。缅甸来的朋友，这样分数不行哦。好啊，加油啊！再回去再练习，再练习一下。好，没问题，没问题哈。再问年轻老师哈。好，好，OK，好，谢谢，谢谢，谢谢。这奇怪，唱歌也有感情呢，蛮有心境的啊。系啊，因为我在按那本书里，可能老师们有关系吧。老师咬字的部分，因为越到后面真的老师会越严格。对啊，他们现在开始要从严了。对啊，后面这一位好像也不是客家人哦，黑吗？对呀，唐康那就跌了。对。我们比下带来爸爸给笑容。来，唐过来。小乡连天，我为高山迎天边，擂台中上一边香，只见阿爸彩中间，三个烟囱太庙前，我为打扮冲天仙。钱不敢讲，
嘅阿爸，喜爱心中最美态嘅天颜。哎，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最优质的主持人，你们好，你好，你好是优质啊，优质。哎呀，我什么时候变优质了？我们油脂有了，没有很优质。在我心中是最优质的。不敢不敢什么不敢，谢谢谢谢这个是认真在做每件事情的哈，是什么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尽量像什么。对呀对呀。按腔啊，按腔啊哈，没按腔啊，对吧？没下没有讲你冲下讲讲，冲干红。谢谢。还有特别带了一条歌的充满爸爸糖。因为我刚接触到这首歌，我觉得是我心情的一个写照。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在运动会，爸爸来看我，爸爸叫我，我不敢认他，因为爸爸是做农的，晒得黑黑瘦瘦的。那同学的爸爸都是穿着衬衫呐，而且爸爸是40几岁才生我，所以年纪上比较年长。我记得他以前在骑脚踏车载我，人家都问他说：“那个是孙女吗？还是那个最小的小孩这样？”对。哦，40几岁才生你。所以我想跟天上的爸爸说对不起。爸爸已经离开了，在你几岁的时候？爸爸在我17岁的时候离开我。不过我很庆幸，就是说我17岁之前的生日，爸爸都没有忘记过，他都会为我准备一颗鸡蛋跟一颗鸭蛋。我希望你考试得0分。2个蛋是100分吧？他希望我就是像鸡蛋一样有给两面爱两心，就是说像鸡蛋一样的平光滑，吹弹可破的皮肤，像鸭蛋一样，鸭蛋的壳比较硬嘛，像鸭蛋一样，身体要健健康康的。是那爸爸的意涵，对爸爸的爱。鸭蛋生，那鸭蛋会一直以来都在我心中都非常的温暖。哇，所以对，所以这个早期的人生日都会送蛋就对了。对，我们小时候没有蛋糕。没有蛋糕啊，直接拿蛋给你吃。对，就是非常好，就大灶里面都一定会有，生日那天一定会有2颗蛋。可是这变成最温馨的回忆了。是。好，我要后堂哦，后堂。对，那先谈一下那边欣赏的贡品。碧欣赏。碧霞，谢谢。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有感动到我，对我觉得你唱得很好，然后你没哈嘎你没，但是我觉得你跟老师还不错，练得还很用心，对，大部分的咬字我觉得都还蛮好的。那这首歌有一个，就是他从副歌之后，他其实一直都在比较高昂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所以我觉得建议你，因为你的嗓音很亮，你的声音很亮很清亮，那你可以在 A 段的时候再让自己放松一点。但是我感觉你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紧张，对不对？声音哑掉了。哦，对，所以你会刻意用力，其实不用。如果你前面那个落的声音天边之后的下一句啦哩的，把它放软一点，这2句唱完，再重新来一个 A2 的时候，那个起伏，这个在 A 段的表现的层次就会出来。我相信这首歌就会更漂亮。好，那到后面的地方，你整个这样子唱出来是非常适合你的音色。这首歌我觉得你选的不错。那今天我觉得你表现的还不错，对，谢谢，加油，谢谢老师。那这样就要开分数了哈。好，来看一下，往下嘅分数。就是你，不错啊，他有保佑，有保佑的，应该都笑了。是啊，有过90分就没问题，没问题。好，10强，好，非你莫属了哈。谢谢，谢谢。恭喜恭喜。不错，休息。来，沙雷，差米烟呆蕊，无言法。哦，厉害哟。
点点香，风中传来轻松。繁华的世界本是匆忙，思绪难再留，岁月心还在痛，人生过来就很无双。又何必依恋信仰无穷？又何必念他人生遗忘？发无言在心中，无边不情无恶，徒留白泪般飘落。落叶纷摇曳在风中，无言风随风轻吹送，电台有心意来诉情衷，温暖爱小小的心房，无言风。醉浪在风中，无言风沉埋在心中，假使你还有心来想想，你爱度过寒冷的冬，飘在风中的。无言风。哎呦哎呦，明天这吼很有感情呢。嘿，啊，哇，你很投入哦。嘿呀，总唱到眼泪都要啊流出来的感觉。哎呀，还是想到什么？就是圆一圆自己上电视的梦，那就这首把它唱一唱吧。哎呀，难怪，哎，刚刚真的冲都很投入呢。嗯，哎呀嘿嘿嘿，还是想到你的自情自小孩。我对啊，有时候会想念他。对啊他你不是一直在称赞你的小孩？哦，小孩现在医学院。嘿呀，没有啊，其实他小小时候很调皮捣蛋。哦，真点哦。对当医啦。生呢，他的小孩那是医学厉害院。呢。这样一步一脚印，所以就是鼓励大家有梦就去追这样子。因为现在有时候现在有时候父母都是太关心，然后太压迫，然后自己的想法可能现在灌要输到对是生一个孩子，把他们想要自己孩子变精英，变成自己要的样子，但不是他爸爸想要。妈妈以前是希望你变成什么样？没有出生就这样。哦，是啊。应该就照他们的想象生出来吧。不会，你讲的很甜美啊，很有亲和力啊，是对啊。是我们来唱 set 看到你们两个就觉得很放松，这样觉得很好笑，是不是？很放松，不知道该笑还是而且你们是那个都是那个金曲歌王歌后来主持，让我们觉得倍感荣幸。哎呦，是是，因为没地方可以去啊，知道吗？只好在这窝着。哎，很万永功嘛，优质的主持人，谢谢谢谢。来，刚好原作哎，有时候挺欣赏。美燕好，那个感谢你选这首歌，对你来讲，目前的声线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哦。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你专业看天视的声音要特别注意哦。你在出力的过程当中，这个麦克风已经拉到变平了。无言风醉浪在风中。你变平了，变平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所有单年出来的力气，到了喉腔这个部分就卡住了。所以上了喉腔这个所有的声音，你只要麦克风拿成这个样子，出来的80%都是喉音，没有例外。所以没冲过油时间，根本不是唱歌的问题，是你麦克风那收音的位置唔错嘞。好，给你一个小建议哈，什么？继续加油。好 ，OK， 好了，来看一下改个分数。看一下掐米烟嘅分数。
技术不差，不差，做的没问题嘞。技术不应该10名以内了啊，没问题。谢谢，加油加油！谢谢。啊，老师讲的那个问题你再注意一下啊。谢谢，再改进哈。谢谢。继续加油。谢谢，谢谢。好来，沙雷，钟嘉贤带来改编。来，等下啦。唐艺人就是唱圣歌一样的。对啊，哎呀，就是圣光普照的感觉。应该用乜嘅方式唱？声乐的方式？不太算是。不算是。就是自己平常唱歌的方式。哦，你不是有加入合唱团吗？对，对，还在学习这样子。对。那你们练习声乐的时候怎么练？就是我们有学长姐会带发声练习，然后他会提醒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发声。哦，那怎么发声怎么练？像是他会提醒我们就是唱合唱团，就是声乐的时候下巴要自然的放到底下，对，然后这旁边有两块骨头，要让它要很用力的打开吗？放松自然，对，然后这边打开会有一个洞，就是声音才会比较出来。唱声乐是不是讲话都规定要很小声呢？没有，因为我遇到好几位唱声乐的，他们讲话都很小声。小声啊？对，就是保护喉咙。难怪我以前讲话很小声。好，结果后来改唱流行乐就越来越大声了。后来是因为主持节目以后才越来越大声。对啊，奇怪。对啊。因为讲话小声，其实比较不会伤喉咙。不会伤喉咙，对啊。对啊，像很多主持人，或者是电台主持人，他们一直讲，那会比较伤喉咙。对，需要保养。所以，喉咙还是少用。好，还是小声就好了。OK， 那我们请王雨欣老师，王艺欣先生。好，嘉轩，我们所有的评审哦，刚才都在谈论你，他们在谈论说，哎，其实你的声音也响浓厚，你的声线非常的漂亮。那这一首歌，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刚才音乐一开始，其实前奏就是让歌手培养情绪嘛，你要融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其实要是国歌啊，一堂的时间，像前面啊 A 段，其实一首歌哦，艺术国歌它有主歌跟副歌，然后要是国歌跟副歌比较不好唱，很多4连音。
16分音符，不好唱，歌很快，字很多的时候，但是供你给你的口型不对。比方说你唱快歌，像我们唱歌哦，为什么说一定要嘴角上提？我们嘴角上提有一个优点，它可以让你唱快。如果你没有上提的时候，你的字一个字一个去咬它，你会唱不快，而且唱得不漂亮。你回去练啦，你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评审都觉得你是有实力，加油！谢谢老师。所以我唱歌嘴型很重要。对，没错。你的嘴型可能发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某功用。对。好，对，看一下本书。钟嘉贤嘅本书。就是没问题，恭喜你啊！谢谢，佛系歌手。好啦，恭喜，回到休息。四强生，嘿，今天就礼拜嘞，8味嘛，一个礼拜有7味，嘿，中秋改了5味，5味，我菜天5味，嘿，嘿，好，嘿，哎呦，手沙要留下来，10强，哈，沙沙有几飞，沙沙有几飞哈，个个没把握。好了，来接受评审先生，李秋霞先生，蔡永熙先生，沈明珠先生。魏生炯先生，好来讲一下评论好，来唱秋夏先生。哎呀，你让什么给去行人好吧？哎呀，讲到唔多，记得嘛，必须同你紧张啦，唔好讲啦。虽然係10強，係菜市，唔過靠實力。但是雙禮拜跟菜市5味嘅，哦，所以唔是強。開始個標高管啦。啊，不得先行啦，哈。強龍必須就樣啊，照規則的行，哦。4季8節，咬是歡喜，哦，在適當嘅所在讓歡喜，咬是本堂的食，充滿嘅東西，潤味，嗬，你啊，記只泡嘅，冇唔記得古詞，你最基本嘅條件要注意到，其他就靠唔到一家咯，加油！好，加油！好啦，先生，對，有請 TV 參賽朋友，吳品源帶來3個字，彈開啦。容易做事哦，這樣冇人好。創到很好啊！係啊，冇啦。上很強。特別我啲學校宿舍調學好嘅嗬。係啊，我啲嘅就係平常時間，我就啲那個學校嘅宿舍送過嘅。哦，唔好吵到其他同學。
给同学有问爱讲，你迄唔系伫冲歌戏？哦，搿毋是唐公伊唐人伊都有冲啊。系啊，伊讲你迄冲歌戏嘅嘛，我唔系哦，爱遐去冲就是客家嘅传统歌。哎呦，安尼听讲。唔，他怎么不唱蔡依林的歌？唱客家传统歌。伊条就有问爱讲，我是唱国语嘅歌嘅嘛，我是唱国语歌嘅嘛，讲等下一下听客家嘅。3個比賽之後，我再去上課呢，我會方言歌。對對對。同學唔可以咁樣用按奇怪，你用我上。你有上用上去沖涼呀，客家山歌。因為記得應該唔會就是很失望，因為我都會講客家話。哦。其實會吃到我會講客家話，應該會唱客家歌。哦。我老豆講。那啲宿舍啊，唱客家歌，有啲同學會笑呢。係啊，唔可以嗬。唔可以。我哋同學。因為我啲嘅宿舍就會唱客家嘅流行歌，所以記得唔會知道。關係咧。唔夠人同學講到會安尼罵人哋嘅客家嘅。已經會了。已經會了。好啦，來。談一下欣賞公平啦，就話欣賞。既然嗬你啊小朋友能夠將你客家話講按標準。親好，唱山歌嘅時陣最先就一點客家話，學啲人傾聽嚇。我就會個小朋友講，佢隔壁連生講，你爸爸現在講出去，剛出去佢講出去。我奇怪啊，早上看到你啊，即邊講出去樣㗎。因為個小朋友係阿公細聲，阿公先死，唔死我揾爸爸死我揾佢死咁啊！不好嘅聲音，洗澡先洗，所以講法會標準嚟嗬。我貴你洗啦，強下講意思完全冇講啦嗬。你音質非常好，人傾聽哈。你啊高音一唱了以後行雲流水，但是還係講了重音冇變啊。聽你記住到高詞強音冇強音啊。你冇高詞就強哦，唔係強啊。強韻，強了韻呐，強調強韻。歌詞強了韻呐。所以你就要唱個直接先將思維念章律，好，俺就唱咧嗬。其他俺冇乜好讓你批評咧，就你一隻手勢，要記得，好唔好？繼續。好，先生，可以喺大家本書啦。批完就分數。年老，你記得原本講有一度嘅聲音係嘛？嘅。全部也冇同講啊，係啦。冇。聲音都會轉來咯。得禮拜5按部頭就會轉了。全部轉來嗎？對。轉來。哇！全部轉來示範。還有感情很親和。係啊。西郎孫呢，新橋一定全部轉。哦，你大家呢度唔識波曬嘅。你是啷啥？批完嘅分數。哇！太很好了，你已經居然過關了。你早就要來參加這一塊了，對不對？還望請到機會。哎呀，也不要了哈！哎呀，冠軍寶位等着你了哈！啊，加油！繼續加油！好了，沙雷主水就打雷平白。趕快。
谢谢你好。你好你好。帅哥美女。哎，你好。哎。四条子，伫边一摆比安尼来第多摆？一多摆咯。一多摆。有4摆嘛？有哦。他们都 PK 就对。之前模认真啊，对，现在很认真哦，因为老师有在指导，对啊，这4位老师也很好，对对，那就他上网练呐，哦，有他上网练，那个班上有上课嘛，老师讲国有班，你要认真哦，不然要罚钱哦，罚钱。之前国有班，啊，1礼拜1上1摆，上台专业磨练，就磨练习嘞啊，对，磨进步啦，礼拜进步真多，所以1摆做啲 PK 赛都比人打的，哦，一摆我讲，国有班，练习台专业不开，有早继续练，他上网练习哦，练，所以1摆真精神强啊，就冇本佢哋失望，眼知，尤其我姐姐80歲啦，佢看10個年，其實特別講。啊，所以即係我入咁過來，人家講嘅特別幾個 PK 是不 PK 啊，你有3萬多嘅。哦，鼓勵哦。對，姐姐也在鼓勵，就先去看啦。姐姐有在看，都是啊。對，佢帶新婦，帶新婦。新婦。佢唔唱啊，我講姐姐你來唱。係咩？係啊，聽下來啊。姐姐。姐姐來唱歌啦，姐姐你好，歡迎你哦。今天很勤勞，動上萬來啦。對。哎呀，這麼有94歲來比過嘅哦，94歲，好上嚟，80歲係，好上，以前足比哦，全部90歲啊。哦，佢哋用唔來呢節目啊，懂係咪用唔來呢節目比咯？係啊，對啊，就來，應該會來嘛，有嘛，之前還蠻多啦，你先來啦，係啊，真麻煩啦。我是想我今日來，盡量不要讓老師失望啊，哈，我記。好好的，給他多看1、2個也好。你不要讓自己失望就好。多看幾集啊！多看幾集啊！希望給我多看幾集。多看幾集。好了，看幾集啊！好，參考到。從個平板吼，嘅強音各方面也有傳統嘅個味道啦。吼，不離歌，今日佢可能就個。聲音本來吼，迄沒有感冒啊，也乜嘅東西啊，唔啲啊，個聲較燥啦，較燥。哦，你本來跟上個禮拜有個乾燥症的，係嘛？哦，又來你講嘅。嘴巴乾燥。要再要一個保養。故說佢想要創造重音，也要出力嘅時間，就有一啲力不從心嘅個樣嘅感覺，所以個音創出來唔。有啲強嘅就會唔拉長，會像嘢團體樣嘅，嗬，本來就彈多嘅感覺係安尼。啊，佢啊4季度方吼，就頭期嘅愛思量嘅隻史詩，然後第3季嘅長江水嘅隻江詩，佢創嘅2隻詩啊，嗬，嘅處理嗬，有多少嘅本來就感覺捱嗬，而且感覺嗬，將伊嘅就會。有些嘅毛孫啊，毛孫嗬，佢做得一堂課啦，也攞佢裝卡孫地位，哦，會較好。其實佢有啲位嘅建議創來，以後將志向野娘，倆呢，佢創來，也個人嘅。有呢錢啦，嗬，錢來以後啦，加油哦！好，謝謝老師，謝謝先生。好嚟，看下佢嘅分數哈。看下主持者嘅分數。好。好，90分，對的啦，不差冇問題，冇問題，應該冇跌到。90分以下，90分以下應該冇嘛？應該係要啦，認真啲咯。上網練習下，好，加油，謝謝老師，繼續加油，謝謝。好，嚟沙下嚟。沙來，你已經帶來洛杉歌。等我啦。
前度是谁？你家劝哪？哪有哦？天我呀跌下不乐意吧？黑暗想啊，胜过太阳原老桥。谢谢。林太哥好。係林太哥。係啊，你講真咧，而家之前嘅上映哦，特別唱高中講。煙尊上唔記得咧。煙尊上。唱高中講咧，那個假卡上。假卡上。假卡。嚇。對啊。係啊。但也扮真會比較較冇假卡呢，嗬。係啊。有啦，有啊，長條。有較長啊，有做嘛？因為係會到去唱歌。跟住那種是先人講係唱歌唱唔得，有冇唱歌之後啊，冇唱歌就唔是新疆啊。咁冇唱歌，唱歌就新疆啊，我跟那個喉嚨邊從嘢萎縮，讓人先唱歌唱唔出來。我們還是朋友，同朋友介紹講醫學嘅原始點。原始點，好呀，原始點要往苗站底部仲有茶。啊，原始點還是應該學，學哎呦。覺得不錯，本來我就適當多了解啦。係啊，我嘅記錄吼最多是一年看90人擺嘅健保，健保只打啲阿冇係講我看按多。難怪健保只有多誒。結果我醫好了後，還是轉來是藥還是某些，過了某些，是慢慢的靠按推，很多是薑茶。係啲嘅，像人家是比較傳統嘅療法。原來身體太低都過於寒啦，全部過於寒引起嘅啦。你把熱能吃下去，溫敷其實會自家會修復自家身體，加上按到好嘅東西啦。唔係講真咧啦，你一般人講像嗰啲國外用嘅，你感冒啦，有乜嘅嗬？醫生唔可以藥嘅，就是水果，專用維他命 C 都是對的，冇水道裡的，就切格按切格會有安尼。自體修復功能。本來是會修復啦，要病毒侵入是難免啦。係啦，所以藥嘅唔是講多食啦，當然有病嘅就醫生啦。係啊。如果係要慢性病啊，高血壓啊，有嘅鼻涕。倒流，鼻涕倒流啊，所以我會酸逆流啊，所以我哋係冇事啦。哎呦，療全部好咧，做嗰種治療都好誒。佢慢慢咧，我身體會變來變好。哦，難怪我聲音冇人變啦，冇人假卡，最近有查，確實卡啦。確實卡吼，你這聲音咧，也真係冇人卡。來，請民族欣賞。好的。今年創了數落山歌啊，嗬，幾點啊？年節上啊，吼，你唱嘅潤全部以後，但是前度，吼，你叫做前度，我行我有一隻華音上去，唔係前度，吼，唔係前度是少，吼，所以你要注意哦，吼，再來就係
哪有嘞？莫哪有哦？莫拢学哦，嘅招式来行强做润，再来係老哦，加只嘅我轉進落去，哦嘅絲會下張很容易。兩方面，所以你要慢慢去學，好嘛？好，好，來注意。好，陳先生，來，看一下大家看一下連健嘅分數。叫做基本上，你都現場動檢咗。哦，係啊，係啊，繼續加油，好啊，今後嘅分數哦，繼續加油。好嘞，沙雷，陳傳奇帶來嘅有錢。嚟，等啦。哎呦，冲太来啊！开场以后，哎呦，前几以后，要全部冲上台跳，你让我想我冲手跳的了。哎呀，哈巴无奈啊！哈，哈巴无奈啊！无奈的哦，唱腻了系嘛？係啊，上台跳冇想唱啊。摸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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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下。对，嘿呀，欣赏推荐。没有啦，只是想換一下而已。哦，你就去甲想去摸一下。哦，咩好咩好。我老到欣賞我都推薦我，你唱小跳較好聽。係啊。冇啦，冇啦，一般冇。咁冇，唔咩欣賞講唔唱小跳較好聽，多唱條小跳。冇啦，去甲想摸啦，去甲想去摸啦，換個口味試試看。對對對。那換的到底怎麼樣不知道。唔知啊。係啊，摸了唐先生的功力好。魏先生。啊，魏先生來。青春嘅用字唱咧，也有錢。佢有三個結構呢，我談起來冇乜嘅講當大問題啦，嗬。冇我概念認為啦，你可能咧總是可能冇人照嗬，你突突隻隻嘅笑容，全部當短嗬，冇太多嘅高嘅嗰種運動度嘅嗰種衝突戲嗬。呢一點咧，我是講希望你能夠來加強練習。至於講，你唱嘅跳技，張嘢啊、離下來啊，你雖然講以往演唱會係讓人來唱，可能是講用詞去配合嘅譜，也係譜來配合我哋歌詞嘅問題呢。我當然我裏頭比賽嘅目的係講，不但唱我哋唱歌嘅技巧啊、個提升啊。歌詞方面咧，譜方面係咩講？我哋講從教長啊，又係講客家委員會，恁叫佢小心講，我哋所有咧都宣傳師呢，咧都好前輩好老輩咧都咁啊，我強到咧眼拖，從啊離下來，到底嘅客又係詩人又乜嘅？實際講喺概念認為呢，也要切得講，睇呢個咧共同咧產生共識來修整歌。是的，用啲好完整啊！啲係嗌概念嚟嘅。至於唱歌呢，冇乜嘅，大家共同咧努力啦，為我哋客家歌啊，
对15体性就15效果的境界，什么个的？空色的大家欣赏的就强啊吼，哎呀，讨论一下，好，安尼就看一下大家分数，看一下陈春基嘅分数。谢谢老师。就是做的咯，清火啊，射雕啊，创到清火。叫按强，我这个考个中高级客家认证。行业跟认证嘛，没有考过。还有考那个美容证照。他敢言，对呀，我连低级啊都要蛮考过。哎，有没有人去考？那你考了我都。咁快，某一天呀。会啦，某一天。不会讲唔晓写，没做唔得。中高级啊，厉害哦！那做嘛做新传师呀？哎，冇啦，冇，至少搞孙有咩好啊？哦，传承阿姨考下家法，对，从家庭做起。反正活到老学到老嘛，对啊，考一些证照也不错啊。啊，加油，就这一本当继续加油哦！谢谢，来，回头休息啊。好，可以听一下。好嘞，沙來，用鬼蘭帶來老山歌。來等啦。你記得冇人講有一朵嘅聲音嘅嘛？誒，唔嘅，哦，對，從一朵到誰來一朵到誰嘛？啊，四個妹一個來。哇！啊，全部也冇同講啊，係啦。誒冇，全部喺嗰邊。家庭嚟啊，拉入咩嘛？拉入咩冇人係同我帶富圈嚟啦。富圈嚟，哦，咁5分鐘嘅距離，哦，全部即係有喎，係啦。哦，全部自家買啊，唔係揾嘅。自家買啦，自家買，真厲害。很厲害啊！係啊。哦，佢一下唔就從磨盤變裝飾。我同阿羅呀，我先生啊，我老公啊。哦，遊山玩水。咁咪要講吧？有什麼講法？有啦，感情今後。有人老夫老妻啊，就是回到家就好像看到風景一樣，就當空氣一樣。太過分嘅時間啲嘅關懷據點啊。哦，去做義工啊，照顧老人，對，哦，平常是，哦，啊，生意還會賺的嘛？
逐礼拜五按晡头就会转来。全部转来吗？对。转来。哇！全部转来吃饭，很轻松耶。吃饱就转嘞，吃饱就转。那么11点半以前给的就转不卡嘞。哦。哦，就固定逐礼拜。逐礼拜。哎呦，感情很亲厚。系啊。西郎孙呢，新区的全部转。哦，那家家迄度唔是无啥呢。你是人啥？系啊，连下两路诶，连下两路做20啥？哇！哦，跟这边其他住了是咯，住本家的是啊。哦，搬走。其实也蛮这样蛮甜蜜的。对啊，正经。对啊，感情亲厚啊，甜蜜的负担。哦，甜蜜的负担。好命啊，好命啊。他家做穷命。系咪？以后诶，对啊，希望他家做会过完的成班哦。对，冲过来比赛，诶，天空的神法。来，按照常态来唐先生的讲评。欣赏。在乐山歌那条，你种个歌曲我咧吊歌上，因为叫咩音动多吼。你老佢唱到按键顺键嘛不容易，尤其你嘅音质非常好，伴奏唱到非常的软了，吼，你喺个欣赏嘅所在吼。几首歌来讲，也无乜个缺点，不过那位歌声啊是个歌声，我要谈到你的歌声要不要嘅，你要比较就较无言顺。吼，了这所在啊。其他来讲，几数来讲，就会你在过半的时间，可能其他当紧张，也是可以在表情轻松嘛，你唔安态，虽然杂都会过数，你想硬唔会输赢，硬唔会输赢，你就好嘞。吼，所以对自家要有信心，你自家创意了要更加好，吼，你表现出来的东西，你就会唔会输赢，所以最。你必须你最强就爱起练，哈，去感扎，咁嘅表情，越好表情全都带，你話手表誒，咁嘅，好啱嘅唔好誒，你說小過一隻動作，就你慢帶過去咁嘅，哦，有笑容，好，加油！好，來，看一下兩個分數，來，有兩個分數。哎呦，恭喜啊！恭喜咯，冇問題咯，93分。好，安尼十強已經冇問題啦，加油，加油，繼續加油。我做消息，好啦，沙來，總免費帶來3個字。彈開啦。人心了不拿酒啊！嗨，免費幾號？杨丽主持人好。哎呀哈，哎呦，还戴手套。你是浙江了解。形容啊，那个小暖啦，小暖哦，有很多呢。三姑娘来冲哪来呀？因为今天校长有来。校长。你要告诉我有来哦。我们校长，你坐在哪里？你好，我以为校长是长得那样子。送
嗨，免飞机哈，杨幂主持人哈。哎呀哈，哎呦，哎呦，还戴手套，是车长小姐，形容啊，你个小人呐，小人哦，有很多那样，特别车长小姐，然后袋鼠啦，对啊，美女都用形容的形容词。哎呦，可能他因为参加合唱团呐，哦，对嘛，合唱团都要戴手套呀。唔免啦，其實講台，初9嘅迄劇人都18人啦，啊都傻傻啊，個笑。哦，個笑啊，哦，你參加乜嘅合唱團啊？就是新店歌謠班啦。哦，歌謠班。有時候係合唱團有時可以出去比賽啊，表演啊，係。啊，迄比賽客家歌嘛呀？參加到客家嘅歌謠班啦。哦，客家歌謠班。所以咧合唱團即就出去那邊比賽。表演啦。表演。哎呀，你就好青島客家歌咯。比賽110年。比賽110年。年度賽。跟人哋比賽嘅歌誒，同佢會重複嘛？唔會啊，唔會。而啲人哋去表演咯，唱客家流行歌。哦，客家流行歌。哦，所以對阿沈太跳冇講呀。冇強樣。阿沈太都有練當多啦，嗬，你有看？就為了比賽，人有練啦。哦。平常親少啦。他講就打坐就放鬆就開始演表。就開始練習咧，係。錯啊，因為合唱團嘅歌詞跟也有冇相同嗬，啊所以要講啊配也記唔得嗬，所以我都明年都循環播放，明年見配歌詞。很認真哦。年紀大。係講啊配啊合唱團嘅歌詞。年紀大講真咧，特別歌哦。迄條路無安好，叫我講真嘅。2拜3拜，我是彈5遍嘅，係做乜唱嘅？呀，彈50遍還唔要，還記唔？真的。大堂就唱比100堂多。真的。很帥歌。哎，這首歌我好像聽過。有啊，我上次放給你聽，有嗎？就覺得很熟。真的。配啊雙100嘅歌詞嘢。哦，係啊。哎呀，你老嘅之外。係啊，老了。哎，真的。來，唐先生嚟講。唱高中先生。好，陳校長。中小字已經會唱下3個字，算唱來以後，所有嘅詩各方面老師也有符合到詩人嘅強調。尤其佢唱人生菜色雖然好，兩家記得上班係有講過，有一唱對花蓮來嘅啥，佢唱嘅佢也咁樣做，你也係比較做古傳來嘅時節，就係做安尼唱嘅，要上下要呢分別，係，好你啊，係以好嘅嘅唱嘅嘅方式。佢天機也個歌詞哦，實在冇乜嘅以後唱嘅嚇，技術含蓄專業歌係，你啊加下佢也個處嘅係唱又唱到，專也個專是唱來冇了，專業歌你都係個缺點。知足常樂，快樂多。佢自己條件好老上，前運前到做得高老多。我建議係咪呀？你啊2隻前運要唱出嚟嘅，我就講較硬冇按軟，再研究一下來唱比較軟啲嘅。不如過跪下就係上半身嘅條件以後，不說。冇乜問題，加油！好，陳老先生，係唱民主先生補充一下。好，免費小子嗬，其實聽你唱歌一聽啊，嘅種嘅飲食，太提示啲老師是喺高雄嘅美濃嘅方面嘅客家鄉親，嗬，所以雖然在新北市，但是呢你也有青島嘅老師方面，可能也學啲傳統嘅山歌嘅關係，所以會唱到行硬。很硬強，哈，所以才那是啊，咩是啊，那個後來的音是走出來的，最滿意叫地久上那落啊，快快。
个快个音是差嘞，吼无调，快，安样人调高去，调高上，两位较准，安样人吼，快乐，安样人多，哦多又做得咯，啊，但是这个快是唔拉高个音，但再过来从下一啲啲上去吼，是会十足的啦。好嘛，吼，啊，相信机会当多，吼，继续嘅紧学习，唔好要讲输到将人，心肝吼，吃落乖乖嘅，一下子放弃咧，唔好放弃，再过来加强，好嘛？好，好，好嘞，快点讲个分数，总面比个分数。小哥们叫，先生我帮你。嘿啦，开玩笑啊，哎呀，唔怕，唔怕，89分，当地人讲哦，哎呀，满意，有意思嘞，啊，加油，看2礼拜评估出来，看看还有办法留下来吗？好嘛哈，安子生，大家来会做消息，好来杀落来，罗志清带来平板，来等啦。叫我哥哥。他是罗阿伯。罗阿伯，罗阿爸。叔叔啦。你还姐姐就错了。怪叔叔，怪叔叔。怪叔叔。前阵子生日。哦，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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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国语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客家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还有吗？还有。祝你生日快乐！哇，你拜恭喜啦！原住民语言。哎，生日快乐哎，几多岁啊？姓谁？姓谁？很谁哦！哎呦，我15岁那时候我还在流鼻涕。对呀，哇，15岁。我千万不会冲狗啊！从来没有人帮他庆生过呢。真的？对呀。你快点，还有安东尼帮你唱生日快乐，有翻译吗？有啊！这一次也是老师，歌唱班老师有帮你庆生的嘛？嘿，来给人个本事咯。
有。阿公阿婆都没有帮你庆生过，怎么这样子500个。500個500個，500條啦，500條啦哦，係啊，緊要500條。你揀一個買蛋糕，係啊，可能都買嘛，梗係切蛋嚟買啊。哦，切喺個。買神父咩做的啦？係，然後咩清香啊？對啊，阿公阿婆當想，有靠阿婆啊，阿公哈。我今年校長有來。校長，你校長有來哦。我們校長，你坐在哪裡？迄個比校長還細阿妹嗎？我以為校長是長得那樣子。結果唔係校長係細阿妹。女生啊。誒，高中欣賞好。女校長。哦，是哪一個學校？北埔國中。北埔國中。對，北埔。北埔就是東方美人茶那個地方嘛。哦。哦。所以校長在學校也知道這個學生嗎？知道啊，知心应该是很乖啊，清乖，超忙。他会常常跟我讲他的事情。嗯，对。学生这么多哎，是全校学生有几个人？大概170个。哦，对。好，那么少。我们学校比较小。哦，3个年级。所以走来走去应该都碰得到吧？全部碰得到，对，都碰得到。哇，校长都陪来了，这个你真的很棒哎，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我们以前参加比赛啊，都是到最后一关的时候，最后亲黑米一关要争冠亚军的时间，然后才学校的校长一些重要主任啊才会出席这样，对啊，就是等着颁奖。嘿啊，哇，对啊，哇，今天很棒，所以校长对他很有信心哦。有信心，没问题啦。有，所以到时候他如果进入6强要颁奖的时候，校长可能要带，要在朝会跟他颁奖，100多个学生都找来好了。好，没问题。真的，好，同学都来帮你加油。好，谢谢校长，谢谢，好，来，魏先生。那位老妹妹哈，她在你旁边是。种啊，顶讲了很像脱国种的人哈。我了解罗妹妹啊，当多参与啦，会打鼓，会爱听呢，会唱歌哈。对。今日唱了香港山歌呢，歌谣山歌，你相当正，我们唱。我了是讲，对于介称的起戏啦哈。我希望讲，虽然讲你相当正，末日路呢。是按个音节，按个唱亮度，按个张力来唱。我哋老一辈讲，你山歌喜乐润，高低韵味都来到哈。你本钱非常的足，我希望你在老人欣赏一道呢。韩国尤其我哋都好老辈咧，来互相的研究探讨，如何使到你润味了一块了地啊。那个做到很好，又高带又强弱，个流畅度让你呈现。我哋所谓讲山歌润味，我哋来部怎么谈润哈？了润是润味了，当是对我山歌来讲非常的重要。希望你加深的努力。好。嗓子好，我唱牛米啊，唱批云啊，批云他现在有这个功力，温牛音，你唱特别王意见啊，唱个三大条，牛，佢当到时候变牛到了，本书全部特别高啊，真的，系啊，继续加油，牛到反正，其实是唔识，后面做得好咧，可是好，温牛音咧，当然，你主先生，好，希望参赛所有的高创业然后睇起个我哋可能係因為伊隻知識嘅方式然後個頭腦思想，因為對呢講頭唱，所以按緊張按用一般語言按唱，其實你要曉得，到了尾係唱盤全國嘅嗰種客家鄉親，係要看電視嘅，看鬧熱打擂台嘅，你係唱盤嗰條人彈嘅，所以你唔好按面子子嘅，按用言按正經嘅都該唱。太講誤解咧，以為講係唱本講頭堂看的呐，所以他就跪下呢種嘅觀念，再來教長按有心，雖然佢唔係客家人，但是本了學生嘅耳朵因為係
正面的，所以鼓励动态，所以按时要唱。鼓励哈，尽量的来认真，才可能加强。好，好，我校长就看到我就说，哎，哦，你平常没来没关系，考试要到就好了。真的，我校长跟我讲，平常应该了咯，建教合作啊。来，看一下分数，罗志祥嘅分数。拿冠军哦！一下赶快转过去看看配音的表情，他没有笑哎。有笑啦，强颜欢笑。哇，讲实啦，唔会啦，唔会哦，96分哎，欣赏都不鼓励哎，继续加油嘿，加油，继续加油哦！生日快乐哈！生日快乐！好，你今日节目已经结束了，好唱各位朋友结个了报名。来看两片哦，人96667人，人6人，还有那个传真天发人227778月3日。好，等大家来报名哈。等你天发。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因为呢，我们多谢辛苦评审局长，宋先生辛苦嘞。好，辛苦嘞，陈村长，继续加油啊哈，加油！什么小康老师还有没有出来欣赏？乐队老师辛苦了，辛苦了。还有工作同仁们，辛苦了，辛苦大家。下礼拜冇唔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電台，老年講下來，再見，拜拜。